就上车了。啊，导游好。OK 啊，书包不用背着了。OK， 冷衣一定要拿来用啊，这个是冷气来的啊，外国人很喜欢我们这里啊，我们马来西亚也喜欢冷氣，但是呢有個條件啊，這個是嘛我的過去經驗哦，不要跟它崩掉哈。大家好，早晨，我係 Anik。今日嘅 vlog 咧就係丹中18一日遊咯，我哋阿周同埋呢個學生一齊出發嘅。So 頭先前邊嘅片段咧就比較暗啲，係我哋一上車就司機開始導遊開始報啦。So 我哋記錄一下，今日我哋係5點半起身 ，family 一齊梳洗啊，到6點半到學校嗰度集合啊，跟住上車，然後就出發。而家到開呢個朝頭早7點幾就嚟咗呢個芙蓉呢度啦，就上一個廁所先。好，忘記記錄啊！今日係2025年嘅5月17號。OK， 陣間見。而家喺茶室嗰度上廁所，順便買個早餐食，有包點，我哋嘅包點。填飽個肚去繼續上巴士。分類有些是可以下午吃的，我不指定什麼牌子，不過就講的 Mr. Potato、媽咪啊，耐吃的 cookie 啊，慢點吃的不用緊。OK， 不能耐吃的好像我們的 A 元啊 ，A 元有 offer， 昨天誰買的熟悉？不是，還是講那個 deco 啊。那個大大力那個拍照的。你晚上買回家，Apple 買得起。爸買那打卡的先。哎，爸爸，我看到黃色的火龍果長出來呀！媽媽，我看到那個黃色火龍果。洋香啊，洋香啊。別低啊！媽媽，我看到火龍果長出來呀！奇美。反光哦。呢個就係龍珠果啦，開花咗。哇！呢啲我授粉嘅，佢種嘅時候我送。鮮甜。入去參觀。這些就是龍珠果樹啦。來，就走進來，很大片哦。看到嗎？還沒有熟的這個。為什麼要包住它嘞？它包着嘛，它綠色的，還沒有熟的。綠色嘅。那邊還有2顆。這個有刺誒，差點刺到我。小小個的。哇哦 ，nice！ 哇，呢度睇到咗呢個花，有呢個龍珠果。而家嚟到龍岩苑參觀。爸爸有四腳蛇，拍四腳蛇。四腳蛇啊，四腳蛇啊！我家沒有看過。小榴蓮啊，小榴蓮。我哋可以101粒喂。這裡很多這裡很多。1本1個月後2個月後啊。6月。這就沒有啊。不是我不懂什麼品種。他們這裡也有嗱，呢個就係龍眼樹啦，全部都包實嘅，冇俾跌。而家嚟到丹中18區咗，開始有海邊啊！睇到冇？睇到？哇！嚟，走啦，去那邊。
跟呢個海鮮館嘅老闆娘借咗把雨傘遮啦，所以我哋去快閃啊，打卡一下。好曬啊！所以亦都冇人啊跟住出嚟啊！依家中午差唔多1點咁樣樣，所以快去拍兩下。呢度變咗好多有 kiosk 咗而家，流動攤位。哇，好浪漫啊！你咁樣，難得嚟到啊！係咯，行下。行到咩啊？喺度行到篤，哇！唔知係幾耐咧？睇下下邊啊！有嗰啲蛙魚啊！海浪，哦！要等你吗？恩熙他们没有来啊？哇！海水就唔算乾淨㗎啦，呢度。哇，2分40秒，我睇多過1分鐘啦，2分鐘，本來係行4分鐘先可以到。估計看到我啦。拍照是蠻美的啦。比較深，藍天白雲。OK， 就錄到呢度為止，因為都確實好曬而家。我哋嘅下一站亞洲茶小黑呢度，我小黑呢度食包飲個 B， 而家差唔多要落再下一站㗎啦。從嗰個小黑嗰個包店行前少少同一排，轉左手邊就到開個魚丸廠啊！哦，喺度炸緊魚，薯龍。看看有什麼啊？釀豆腐啊，魚蛋啊。茄爛味嗰度就殺魚，呢度就加工到機器做魚丸嘅咯。哦耶！嚟到呢個金綠木薯廠啊！
我直接行去。嘅土產餅啊，土產店。Before MCO 之前買過一次，過後爸爸媽媽就什麼了嘛？對對對。呢個係最尾一站啦，我哋嚟神廟呢度。有燈啊！裡面。大雄寶殿，藥師寶殿。呢個係最尾一站啦 ，and then 要準備翻嘅回程啦，我哋。頭先聽師傅講，佢講2樓係有花睇，所以我而家上去啦，我哋。這邊是觀音像。啊，你在這邊等我一下，我轉過。佛像。出返嚟，咦？哦，佢嘅細花園應該係拉尾。哦，就係呢個。茶花，茶花開，個頂樓啊，藥師佛寺。